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人們常說，有些人信奉婆羅門教 Sanatana Dharma， 有些人信奉伊斯蘭教，有些人信奉基督教。但宗教真的是可以被劃分的嗎？在當今的環境中，宗教衝突隨處可見，每個人都想保護他們所謂的自己的宗教，他們希望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。那麼，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我們在保護宗教，還是宗教在保護我們？在當今不斷變化的環境中，即便是神明看到人類所走的道路，也一定會感到震驚。我們必須承認，當今社會中已經沒有真正的平等。在分而治之的思維下，人們以眾姓的名義被分化。當一個人出生時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以同樣的方式、同樣的過程出生，我們體內流淌着相同顏色的血液。那麼，我們是如何變得不同的？是誰將我們分開的？今天，有些人處於比我們更高的地位，而有些人則處於較低的位置。但今天我們最需要做的是改變思維方式，我們必須從根源上消除社會中蔓延的眾姓歧視。以眾姓之名而彼此爭鬥，普通人因此感到幸福嗎？答案是，絕對不。每個人都渴望和平與安寧，都希望平靜地生活。在信仰的名義下，社會中對宗教的濫用必須立即停止。我們的宗教真的是如此脆弱，以至於與他人坐在一起或碰觸一下就會變得不潔嗎？如果一個宗教如此輕易地就變得不潔，那它根本不是真正的宗教。那麼，大家現在一定在想，我們能做些什麼來阻止這一切呢？為此，我們必須牽起人性的手。如果我們牽起人性的手，彼此心靈相通，互相成為彼此的支撐，那麼這一切都可以被阻止。通過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一直在努力清除社會中散佈的負面能量，讓黑暗消散，喚醒意識之光。與拉姆納拉揚拉姆產生聯結的人，在人生中獲得成功，並不斷邁向成功之路。因此，請持續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不要為行為或宗教而擔憂。當你與這個種子咒語產生聯結時，你的行為和宗教自然會對你有利地發揮作用。